开店呢2件事情，其实从来没想过2件事情的，因为我家下公司做20年，甲都退休，退休谈到有100年时间，我根本地做嘛干，食菜当无聊的时间，我是钓啊鱼，不过我未想讲，当一钓鱼我没办法，因为我还剩饭，第2件事情最重要。这段时间，我几乎每天去街上市场，每天去逛一圈，看看来讲有乜个灵感么？安排我做嘛事情么？比如讲我做嘛生意啊，卖菜啊做得。不过我想我半夜我想唔出做乜解，有时报纸翻出来看，你会看乜个人，该会乜个真人启事啊？结果我是大天法喜，大天法喜我讲，台湾人你会看人嚟么？以第一句话是问我伊讲，请问你今年几多岁？我话我今年差唔多我50岁添。50岁说唔得歹势，年纪长大咧，可能冇办法抢人哦。绰绰口渴。当日早晨5、6点开始做事，从了到样先做比数，等个立院落的时间，点样落去做包个生春卷，从了泰国落到时间，先落去做比数，因为煮个越南10几米线的大骨熬成汤头，了到立院教我的，伊拉讲用帮因做，所以。我讲冇生来做的法，都是立院来时间，开始食唔到，食我做唔得。我食我很食，当需要用车时，我不用到公司上班，一张月每2个1两万克。我想讲，你从亲戚做唔得，所以讲有了机会的时间，我睇工资，我让我不用还有家人嘛。有日是讲去逛街啦，去看那个人家开那个越南杂货，到时都会安款时，我小姨子安出来小姨子讲，姐夫，你要不要试试看？你看一头衫买了越南杂货，同样不错俺做都冇买越南杂货，因为奇款冇。不过内心还是会挣扎，因为毕竟没接触过。不过我转移我想款时间，让还不用讲，我们就来试试看好了啦。就是先买插货看看啦，看样半年啦。你只要爱用好么？伊讲俺这个家庭啦，你只都做得是做得啊，俺唔定义啦。Hello, chào cả nhà. Mình tên là Trống Lệ Yến, tên đài là Trung Ly Yen. Mình đến từ tỉnh Đồng Nai. Lấy chồng qua đây được 20 năm rồi. Giờ mình ở Chu Tung mở tiệm bán hành Anh. 当初认识我老婆，其实刚开始我们语言上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因为他们是讲粤文，那时候我们几乎都是在比手画脚。比如说吃饭来讲，我就会跟丽燕讲说：“吃饭喽，这样子吃饭。”然后说出去走一走，我们就出去这样子走一走，这样子真的是用手的比。对。然后一时之间有没有，都是跟他讲什么，真的是语言上沟通真的是有困难的地方，这样子。你那个牛肉都拿回来了嘛那个市场还一包牛肉放在那边。那今天等一下要拿吗？要先拿是吗？
像当初就是老婆还没过来台湾的时候，因为当时他们家里没有电话，没有电话的时候，只有透过他们附近的邻居，就是他们家有电话，然后我从台湾这边，如果说想念老婆的时候呢，就从这边打国际电话过去那边，然后他的邻居接到电话说：“哎，你台湾的那个老公打电话来了，你现在赶快过来我们家接电话哦。”然后老婆就赶快用跑的。对啊，每次一听到你打电话来就赶快放下来自己的工作，就是赶快去接。当时的话，他打电话就会开始问我啊，哎，老婆你今天有没有去上课啊？然后最近心情怎么样啊？大概1个礼拜打个2、3次嘛。生活上啊，工作上还是某一件事情，他都想了解，他都希望我讲给他听，对，他都会一直关心我，对啊。我说今天有没有去哪里玩啊？他就说，现在不能跟别人出去玩咯，会不会有想我啊？他都会问这些话，你知道吗？然后当时的话，他问我，我也没有回答出来，我很想他，因为毕竟我们不是谈恋爱，我们婚姻就是结婚，就是不像一般人就说谈恋爱就是嘛。我要去菜市场买菜了，老婆。拿看看哦。3、4、5这样。拿看看哦。Hello， 早安。来3片。天公因为有美生菜吗？哎，可能有啊，有那够了。好，谢谢。来20、11包50块，50块哦。要什么新菜？有一3包50块哦。来西虾活跳跳，西虾哦，西虾活跳跳。我来这边要买豆干，这是竹东最有名、最好吃的豆干店。对对，店里的鸭血也是跟他们买的。小姐，我要龙江鸭血，1斤豆干，没有鸭啊？怎么没有鸭？可以帮我调一下吗？我问一下。啊，帮我问一下老板好吗？怎么那么巧没有鸭？还是等一下我再过来拿？好，等一下再问。好 ，OK。餐厅其他的食材都来这里。餐厅食材是看东西动业的情况所以才买的。基本上，竹东市场是全台湾第3大的市场。如果以客家市场来讲，它是台湾第1大的市场。我们店里开店5年以来，几乎所有的食材都可以在这个市场买得到。哎，太太走了，太太走，生意安好啊！今日柠檬酱吗？见面啊，我走的咯。唔可以做得啊？哦。不好意思，老板娘，拍谁？哎，你们讲要来拍我要化妆。我今天就是带人来拍你乱讲话的画面。哪有？你讲错了，龙江来的。这里龙山那红虾，那红虾。红虾。哎，那个安泰沙的门也就。到底哪样搞啊？啊，俺唔系那谁沙不赢啊，那台沙。什么呀？我当日到电都赵新泰一提早已开店以後，在時倉賣菜，係當辛苦嘅一件事情。當佢生活從大戰重要，呢一種生活喺度傳嚟得先先，都係喺度理嘅，用啥當辛苦大病傳來嘅。为台湾美生菜，叫什么？柠檬。哦，柠檬辣椒再给你哈。这边有菜单，那个你就不要那么大火啊，大火一浇。哎，你帮我不吃晚饭吗？吃晚饭不该，梅多哥吗？得
真的不是像我当初想象那么简单，只是下去做就好。没安yên，我不用讲，对啊，我做小吃啊，当辛苦呢，对啊，那快慢慢想。第二种东西准备啦，该种东西可能冇准备好，冇怪经验。东西我都营业都按下不点，结果囡仔一下落强过，看到囡仔规只手那混混，梁生讲，按到囡仔，你啲导演慢做，做手忙脚乱，紧起来容易手忙脚乱。弟弟，放这边再煎一个。干嘛2个月亮虾饼，再放那边煎。不好意思啊哈，是就是加一个牛肉河粉，吃粥再加个河粉，一个生春卷，2个海鲜河粉，2个烫青菜哦，2个炸春卷，1个卤肉饭。没稍等一下哈，就正常了，不要这样子。不是那个油开灯，不是这样子，这样子。哦，好好好。哦，开团时间哈，我杨公婆我为到那种时间哈，紧紧有一点不开心的。第一天啊，中午1点左右，东西全部买强强。想过啊，那可能是客人来捧场吧，可能没吃过越南小吃，可能来尝鲜吧，所以第一天东西一下卖光光，但是第2天的时候也是一样，一下东西全部买强强，提上也没安耶。仲未入仲聽咩？你倒過去，他們就會分了啦。就是一桌分就对了。对，等下幫你收桌哈，弟弟幫忙收桌下啊。那2份還是1份？2份。哎，就是开店之后，妈妈就是一整天几乎都在工作，就是工作睡觉，工作睡觉，一大早就是到店里，然后很晚回家，然后自然就是那个压力就蛮大的，也没什么自由，就是可能在情绪上啊，偶尔会有一些就是不好情绪出现。对。阿姨稍等一下哈。好，我马上给你哈。会跟老公抱怨，我说老公我真的好辛苦，哎，我从小都没有这样子过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嫁给我会这样子？4周5周还有什么东西有帮我先出来哈？真的，刚开始我好几次我都很想放弃，对我很想放弃，我会打电话跟妈妈说我很辛苦，从早大概像我这样子，每天大概8点或是8点多来到店里，几乎做到10点或是10点多回家，然后妈妈是说，没关系啊，老公对我们好，值得了，她这样子劝我们。对啊，最起码他还知道我们的辛苦，对，很多地方，假如说他能帮，他尽量帮我，对啊，尽他的那个，他能力做得到，他都会尽量帮，对。卤肉饭啦，卤肉饭跟2个炸春卷。卤肉饭。你说什么？啊？我没讲。其实我们夫妻开这家店之前，吵架几率几乎接近没有。那是因为开店之后，我们真的很忙，又很累，时间长，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像那个夏天的时候，你知道吗？天气又热，又没有冷气，那个瓦斯一开下去哦，然后客人一来，很忙的时候，很奇怪，就是那个火气就会来了。帮我拿15个鸭血蛋给小姐，15。哎，一周帮我个生春卷，内用的，都是内用的哦。是的。没关系啦，我弄。我当然想袂按早去点了做事，其實最主要原因係因為按當然下來長期咁做，我遲到講，戀愛一家本身愛一家細啊，因為當然都只有睡唔飽，係真去當辛苦，更何況我不用下去做，一家細門因，伊係講聽下按做，聽下按做，時間按樣做下來。長期下來，伊身體會目標。已經把水幕先多喺度講，哎，老公，哎呦，這個肩膀好痛，好酸。我自己腳好酸，你跟我按摩好嗎？其實我未當平，我一家咪做全身無力，以為輕輕同佢按摩。不過這家不一樣啊，伊按講，我還是會幫他按摩。於是按摩咗，我一家水頭，伊就我就知道說，哦，原來我睡着了，我沒有認真幫他按這樣子。
有到伊头来，伊咪讲，哎呦，头讲要按做来是可以的，也不用忙来。我我不用啊，佢水下包掉啊，反正我本身我做行习惯咧，我冇水包冇关系，我真正考虑到讲，我不用以前当辛苦，从左走到岸。其实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这是身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嘛。第一次听到儿子说要念护理，第二次担心他，他说他要住学校，可是我就跟妈妈说，住学校这小孩子看不到，我就说不行。我那时候听到，其实刚开始我也觉得好像读护专大部分都是女生读的，以前也读护专啊，你头脑冇问题啊，你冇发烧呀，有乜嘢？拿一下礼钱，多少钱？做生意之后，他们就是要比较早出门，就是平常家只有我一个，加上我也读五专了，食衣住行娱乐啊都是自己要去搞定的，所以应该是就是这个点让我变得比较独立的。我这边天长手语，传人病管制，吓死我！拿走。在读吗？读这是张立新的，卫视科系是护理科，那我现在是3年级，那我们现在就是主要重科就是像一些内外科啊、儿科、产科，然后还有一些技术课这样子。我上次上课我没有听，我跟他讲而已。骨折这个，那你说哪里要换？这里啊，就是检查骨头的义务啊，检查骨折的。因为那时候国中就是会考完，就是要选说哦要去什么科系。我是夹在说经济跟兴趣之间去找方向，然后护理的话就是很稳定这样子，对，所以我还是选择比较稳定经济上这一块。是我们讨论什么？像是那个立新跟雅怡2个同学，他们都蛮正能量的，都会教我功课还是干嘛？对啊。他是一个有时候很强，可是有时候很暖的一个男生。其实对他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很好相处的男生，然后感觉人缘会很好，事实就是这样。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给你正面能量，然后会去，就他很会帮助你什么的。受不了你，将保险丝移开。因为家人其实还是都把比较大的决定权放在我身上，因为毕竟是我自己要去走的。自然儿子都是决定要读这个了，然后我跟爸爸就说好了，那就是支持他吧。他平时还蛮贴心的，对我们也很贴心，因为我觉得他读这个也蛮适合他的。他本身有那个心，你知道吗？就会去照顾别人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实习那段时间，他都回来跟我们讲，那个病人怎样子啊。我觉得这个儿子还蛮贴心的。我真的只能在家里看书，边追剧边看书。你看这种人，他小的时候本身因为他身体就很容易生病了，他也知道我们是担心他嘛，
他的身体的状况，就是抵抗力啊，很容易生病的各方面。然后现在有时间他就会出什么健身房啊，锻炼他的身体啊，把他身体就是抵抗力会比较好一点。屁股往下折，对。你也可以试着不要穿鞋子去蹲。第一次去健身房是他带我去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两个是他开始让我接触健身。我是在菲律宾出生的，然后我妈妈是菲律宾人，我爸爸是客家人。我国小也有很多同学，他父母就是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有来自印尼啊、越南啊，然后我们相处起来都是很融洽，对。来吧。nice。哦，就说可以。我跟先生结婚的时候有经过表姐，表姐是认识先生，我家这边的整个环境。然后先生他们也是有互动啊，有聊天，有出去玩，是吧？那我还没结婚，那我也是想认识一下，对啊，然后就是介绍。他就nói tiếng Tàu嘅，因为朋友啦，先嫁过来的，后来呢，就是介绍我过来这样子。我跟我先生讲都客家话的，吃东西那些的话都跟越南一样的，我们客家人，对呀。cái đó thì nói chuyện này xưa thì năng thái sáng thế rồi抽到个钱还没起来的。过来台湾大概1年，去上班的时候，然后认识同事啊。他说我有个弟弟啊，哎，看这男生还不错哎，然后我也介绍老板娘啊，现在是她老公了。然后我也介绍老板娘啊，现在是她老公了。老娘去施粥啊？对，施粥跟他是。并做来吃就跟来吃虾，就来剥虾。哎，有吃了妈妈那天来的。哦，我吃了是。哎，连在一起。美嘉吗？我觉得过来台湾就是我一直最好的朋友，知道吗？第一次哦，好多年嘞，就是他刚开店那不到1个礼拜，大概应该3天左右吧。就他在做的时候，我就跟他聊2句啊，然后他跟我说他刚开，他很紧张，然后把钱都投进来。所以他一开始是很焦虑的，你感觉得到。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啊，就是慢慢来，然后东西好吃就会有人来。十几米线，这些都是内用的哦。不管我做每一样的新的口味出来，我都会叫他来帮我品尝，然后就是这味道怎么样，然后给我意见。他都很真心跟我讲，以前是当的客人，可是久见到朋友了。就是有什么心事都可以聊，知道吗？然后带回家呢？他把那个衣服挑出来。他现在不在的时候，当然就是讲他啦。不过有时候会上火啊，然后我来，他们就会跟我讲啊，怎样，然后我就是好，来排解家庭纠纷，然后讲一讲他们就好了。哎，咖喱饭85这里啊。对，我觉得他跟他先生其实搭配的很好。其实我会喜欢来这，也是因为他给我感觉他真的很努力，然后他也一直在寻求进步，比较看得让人家感动。mình nói chuyện bình thường thôi đâu có gì đâu. Con ta,我今年30，来台湾9年了。是啊，蛮久的。我跟姐姐不同的那个，姐姐是南越，我是北越，比较远。八项也是我做生意还是吃他会叫我姐姐嘛。可是你边打哈，你油门没有抓到，他会冲哎，那就是我们的野狼125了。哎呦，我吓死了。我从一开始认识姐姐啊，姐姐也是对客人很好，会陪我们聊天啊。因为毕竟我们是刚刚过来，什么真的不懂，有些我们心里面很想表达出来，可是我们不会要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出来我们心里的话，对啊。然后我看到他这样子，我觉得就感觉有那种就很有那个亲的感觉的啊。他有些什么心理的啊，或是婆媳的关系，或是干嘛，我们都会像朋友可以讲开来。我过来20年了嘛，看的也比较多，对。也不能说我们懂比较多啊，就说我们会的话，他不会，我们可以跟他讲，对，这样子。
3个朋友这样子哈。对啊。他不要只有我一个人吃东西，就怎么一起吃？小心啊，前面。穿着外套还有点闷，那气太强点，我不能开太快，怕他们跟不上。嗯，好，大爸爸要吃吗？松哥你要吃啊？这个干嘛叫我松哥？他还没有叫你肉松就好了，你偷笑了啊。其实平常大家工作忙，那是因为儿子他最近刚好放寒假，想说家人有没有？今天刚好有那个时间，就是想说带老婆啊、小孩子，就是出去走一走这样子啊。你要买什么？我喜欢吃莲雾啊。莲雾？你想吃莲雾啊？那就买莲雾。要买那个切好的哈。对啊，因为平常我们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平常可能只有假日啊，或是现在我寒假礼拜1可以休息，然后大家一起吃东西这样。刚好家人礼拜1放假，然后我会选择就是把家人放在前面第一优先。如果今天下午没有下雨的话，我们可以到那边走一走。多久没去了？5年。5年？就是好像是哎啊，快5年。开店到现在5年了啦，好像都没去过。但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可是我的想法是说，很少可以跟家人这样接触，可以相处啊，真的有相处机会，那我们就是好好去争取，跟朋友一起出去，什么时候都可以嘛。啊，家人要忙要工作，对，要多陪他们。等一下，我们先去前面那边拜一下，跟城隍爷讲一下话，好不好？然后拜好，我们再来吃东西。那先去看，先拜好，等下再过来吃好了。好。城隍爷，今天儿子玉祥放寒假，所以带着儿子跟老婆今天来给城隍爷上香。观世音菩萨，我是钟丽燕，先生叫吴胜松，儿子叫吴玉祥，希望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然后健健康康，然后小孩子的学业越来越进步。他昨天在这边待到快11点。我们工作到11点回家。我就说你要回去休息啦，他说没关系，等你们一起忙完再一起回去。他也怕说我们工作太累，能搬多少就搬多少。把那个鱼肉然后煎得酥酥的。像妈妈，这次过来这边大概2个多月到快3个月吧，就是很把握这个时间和我跟妹妹相处。可是我觉得妈妈过来这边，不是看我，就是一起帮我们，知道吗？对啊。以前係演南島魚啊，要磨嘅嚟啊，即係要太快啊，因為帶走啊。带走来就冇才弄好吃了。这道菜就叫做粤式冷卷，然后我们越南就叫瓦锅。我是从妈妈这边学的，因为妈妈以前就是很小，我们小的时候她常包给我们吃，然后到现在我们都还蛮怀念的。
上是这是今年的3年份。之前妈妈过来就说，妈妈说还是会想过来玩看我们，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时候家里就是弟弟他们全部都还没有成家啦，妈妈也不是很放心。现在都是靠我们的视讯啊，都看得到对方。就是妈妈开始使用都还是从前年吧，妹妹本身也过来这边读书，后来就也是认识先生结婚，然后就前2年也回去，他们办婚礼那些妹妹也回去，然后就帮忙弄些。Line 啊 ，FB 啊，然后妈妈就是想跟我们联络，就是用 FB 或是打 Line。姐姐啊，这个是大姐。大姐啊，上次对啊，福建啊，你讲福建话呢？漂亮哦，想去吗？想啊，喜欢去吗？创命爱啊，丈母娘看你戏越看越有趣。说你心好吗？好。觉得我怎么样？好，对，还好。什么事情好？是好还是还好？还好。好是吗？不要这样子，好这样子。不要这样，好。谢谢妈妈，谢谢妈妈。伊赵新头一抬手，动手是过，让阿田收，叫阿对阿讲，因他我做唔是安因的啊。赵新开始做，咪做到安布特安因呢。一般人你妈妈伊做到安程度吗？讲实在话，冇几多解。妈明天整呀，一男你辛苦啊。不会啦，不会辛苦啊。你慢慢做啊。慢慢做啊。听说今天晚上温度最低15度，15度冷哦。啊，到了。哎呦，到家了。到家了。Hello， 開門啊！係咩？有住個玫瑰咯，係。媽媽回家了。水炒那么好吃，妈妈炒的。这边给它炒，我懂那个。猪肉啊。哇。過來。但5分鐘嘛，可以過來。3回洗了。爸爸不在的时候，我们就是常常在家里，不管怎么样忙，一定是煮一顿餐，然后我们是全家人，然后多晚都是等大家回来一起坐下来吃饭。下大招。它上面怎么下？鸡腿在这里了。姜，鸡腿这边有，这边有。啊，好了，有了，这边有了。谢谢啊。谢谢啊。还没嫁的都是我们家几乎每天都是聚在一起吃饭的，吃一餐是很重要，就全家都是一定要聚在一起的。那还有一些皮吧。还是我们这样子3个女生的。那我呢？好吧，先这样，赶快，可以，好，这样子可以，1、2，然后有2个女的给3，不漂亮不用钱。还算几个？几个而已，算的。哎呦，好多哦！香菇、奶茶。再帮妈妈准备小刀心，就是1点7亿啦，就是1点7亿啦，对，小东西啊。难得来这边就是买些台湾的名产啊，给他们弟弟的小孩还有姐姐他们。
2斤而已啊。幫我頭下咧，就2斤。哦，緊要死。就是本来先把那叫炸的，因为它那个又不能超过15公斤。它能带2件，总重量可以30，可是它1件不能超过15。拿得动吗？很重哦。2个人吧。你现在几公斤？你现在先量自己几公斤，然后待会加那个东西看几公斤。现在先站动去看。你比较勇敢。不会很重的，然后换不到。你来啦，你爱妈妈。他们现在是担心他们自己的装备。你是最爱妈妈的。来，放这边，放这边。好。帮我看啊，这里先啊。哎，等一下，快点，白妹。白妹是吗？好了，帮我拿下来。我不要讲国语啊。白妹，有妹妹可以很聪明哦。我是你的弟弟想要的。你要九没给你啊？70是吗？不是吗？什么？你稍微请点，请那个弟弟。妈妈过来这一次的话，我是还很希望妈妈就是有机会下次还是要过来，我们的相处的时间也比较多。我不想讲多，但我们是讲，你讲。我也。他跟我说很想跟你讲，可是爸爸不会讲国语。我也是。对啊，可是还是就是很爱你。对啊。对啊。哦。哎，有個台呢？哪一台啊？你到呢？你弄哎？阿扁呀？太好。太细啊。这个是12.9，这个是14.2。你先想好要不要加300块，2公斤就600块。我们就拿出来。你要先想好拿什么，因为没有时间了。现在已经很赶，5.08。在越南的时候还没有过来，就是有看到我们那些相片啊，我们出去玩的，然后呢我们的互动啊那些，妈妈就会觉得放心。可是真正的相信是過來這邊看到我們的生活，他才真的是放心。來到個見到啲台灣人啊，就係人係愛人，我覺得愛人。他說就看到我們去婆家那邊，就是對我跟小孩子，就覺得還蠻照顧的。婆婆還是姑姑那些嫂嫂，他們都還蠻照顧我們。對啊。如果100分是滿分，這個你去他覺得幾分？2分嘅2結分啊！2結分啊！98分。98分。啊，這麼高哦！你看媽媽笑成這樣。其實那個時候我聽到說媽媽幫我打分數這麼高的時候，我的情緒上就已經有點快不行了。腦洞還100分。100分。對，在我心目中是100分了，真的。每天早上6點多就到店裡了，然後
我可以睡到7点多，老公都6点多就起来了，然后他都尽量给我睡饱一点的了，早上早上的吹到7点半，老公只能睡到6点就起来了，他就帮我分担很多工作了，到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值得了。虽然那么远，可是嫁给老公照顾，我觉得很值得。对。医院嫁过来，按多年天人癌，我会觉得说他吃苦比享福还要多。既然已经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也不要想太多了，这样子对。好嘅嚟快樂啊！係啊，係啊，你記得啦。係啊，有時間都來台灣了。很好吃了。妈。嗨，啲朋友老很来啲哈。有錢我有哦，關錢等下。因为我们家里本身就6个兄弟姐妹嘛，然后又要抚养我们这个6兄弟姐妹，真的还蛮辛苦的。小的时候家里就是经济不是很好嘛，然后就是做农那种什么玉米啊、什么红豆啊，还是什么花生之类的嘛，那个是价钱都很低，你知道吗？然后每次爸爸没有水要浇，是要跟邻居啊那些啊，可是白天人家不可能给我们，然后变成说我们只能说利用晚上，人家没有浇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浇。大概6、7点就开始去果园啊浇水，可以浇到天亮回来，对啊。那时候我国中盖房子的时候，妈妈不小心被踩到那个玻璃啊，玻璃有毒也不知道。那时候以为是玻璃很简单一点点而已，然后没有去打针，突然那个腰酸痛，然后去大医院看。那天晚上就是说爸爸的事情有点严重，然后晚上我的叔叔打电话回来说：“你爸爸过世了。”见到爸爸我想哭了。可是妈妈那时候真的一开始都受不了，然后很多邻居过来安慰妈妈，你还有6个小孩，你要坚强下去要教育他们哈。最小的时候还有我的弟弟最小的时候才8岁而已。每次过来我们都很担心，原本是说跟姐姐一起回去的，对，可是妈妈也想说待久一点，跟我们都相处，然后她就待久一点，姐姐就先回去，对啊，又怕等下她没有过关，到时候那个他喊他进去了，还是会担心，因为她也不懂文字，又不会讲，要有点干啊，是有点干。搭乘8、4、单机网，弄好了没有了啦？这个是啦，已经登记就对，有对，全部 OK 了啦，对，结束了，那已经结束了，对不对？他妈妈很厉害哦，放心了，很开心了，放心了啊，回家了。第一时间。Final boarding announcement. Passengers on. 回
头稍微大一点点。我在妈妈那边可能也学到，就说做事情哦，就是很讲究，就不会说随便做事情啊。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做生意这一块，不要那么容易就是轻易放弃它了。对，就是多辛苦或是多累多难，都会把这个事情做完整来。不是说做个工作不能做了一半就放那边，然后就做另外事情。然后我觉得妈妈这一块真的很棒，对。对。要什么？对，我要2个那个牛肉河粉。来到台湾就是等于是像我们的第2个故乡嘛，是不是？然后变说我们有很多东西都要去学习它，就像我刚刚说的，不管是语言的方面人跟人之间相处都是重新都要学习，知道吗？然后先生就是一起这样子陪着我20年来。就是遇到什么事情这样子，他都会一起陪着我。应该是说，觉得就是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啦，对，幸福，然后有一个很懂事的小孩，对。那你的牺牲多吗？这个应该不是算牺牲了，不管是在台湾还是越南，我们当就是女孩子长大一定会嫁人的。真的吗？交彩他那边，我觉得不是失去了。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失去，我觉得这个是毕竟每个女孩子都会经历过的。今天天气有点冷。我今天很冷，你看我的手很冰。冰冰的啊。对啊。没关系，我握着你小手很温暖。对，Tôi đến từ Việt Nam, giờ tôi là người Đài Loan. 老婆，你对家庭的付出跟贡献，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妈，我想对你说，就是你笑的时候其实很漂亮。那希望就是我们母子关系可以一直都保持得很好。Dành á, tên gọi chính phủ có lên cho cháu nói này dành là hồ. Được cá thì này đó hạnh phúc, ngã đi theo hỏi tim đó, cá kênh hồ, đó hỏi tim này.